各位聽眾，各在歡迎老人都對來收聽邊個好嘅故嘅故事。我 YouTube live 啊！一個禮拜，我聽我嘅大伯嘉賓對你甲我講鬼嘅故事。我人嘅大伯嘉賓是新教先生，撲來撲去。個有唱歌的學生阿達，歡迎。我是無頭，一個有道哥巴上的鬼道哥，大家好。แล้วก็本地鬼地都。Hello，我是鬼嚟。地探只鬼是白好了。400夠啦，了啦，一擺。Go Clubhouse 嘅朋友 ，Clubhouse 嘅朋友，歡迎南西。大家好。個有冇啊？阿龍困去啊嘛，阿龍都困去哦。阿啲困去啊？講到南西呢咯，今日呢個禮拜咧，咱個就對嚟講鬼嘅故事。咱看看，咱學，乜普基成交？感謝，葡萄鏡，感謝 Super Jack， 感謝。跟住頭一單，感謝葡萄鏡，這是我成日是 sofa 100%啊 ，Super Jack 直接來我都是拉打，我唔捌無拉打過。感謝葡萄鏡個有等陣，我俾下咧，我俾學人再講你。定大擺往時幾個 episode 較濟人聽嘛，所以人都去睇，但係邊啲學見 .com/自集會買單 ，OK？ 邊啲學見 .com/自集去買單，這邊嗱，這邊快點買單，這邊買啊買啊，我唔知，那是講 OK， 所以我人錄音擺個錄音是接50人嘅啦，那是講無夠位嘅時，我會通知到人，那是講無夠位嘅時，我會下即。你會使下你名到啲 waiting list 裡，然後若是有人未來啊，我就會去通知你。然後我用 register 時，你 WhatsApp account 我就頭 register 個人講。OK， 來，要講幾個事都對，但我後尾個未記話識同嘅話，我俾聽看一個撲來撲去嘅幾個事先，怎有幾個事喎？撲來撲去，你真係看到鬼，甲我講者。OK，來，我甲你講，我看是無看到，特別吼你故事真正恐怖。我講咧，因為我是 opera singer 嚟，所以我有首播，我咪是咧有一個真正出名嘅迄個 opera，是意大利嘅 opera 嚟，伊名杜蘭多，唔是杜蘭多。杜蘭多 ，OK， 伊是杜蘭多，就一個意大利 opera，特別伊是講中國公主嘅故事嘅。所以我會打扮甲了是畫下個京劇嘅下個畫面嘅，甲了畫甲安尼款嘅。伊成個畫只就扮嘅面嚇。對。特別你唱，因為你唱意大利，特別你裝是裝成個唱就扮嘅款嘅啦。對，了迄時我唱是我甲15歲呢，所以15歲來講中華嘅查某咧是甲了加真正短嘅頭毛嘅，你像個蘑菇啊，款嘅頭毛真正短，所以特別中國嘅查某咧嚟講，特別真正長嘅頭毛，所以迄時咧樣嘅方法咧是甲我接假嘅頭毛，所以我頭毛真長，特別你頭毛是假嘅。了我演
愛去排練嘅時候，我對學校嘅時，我甲另外一間查某住上一間房間。แล้ว我去間房，我去迄個學校嘅時候，學校到吉隆坡。OK，所以因為我檳城人嘛，所以我去吉隆坡。特別迄間學校冇到了啦，已經冇到了。แล้ว我去嘅時，แล้ว我安尼看你總入去。哦，你係咪啊？我個人看入去。嚇，你就去到我啲話好了嚇。佢哋喺你畫面。嚇。對，因為我想講安尼看真水嘛，我小啦，頂到細漢，我想講安尼看真水，所以我去房間啊 check in 嘅時，แล้ว夾係嚟夾嘛，แล้ว安尼看甲我朋友安尼看，切嚟夾入去，正邊倒邊安尼看安怎查，你每本未開，แล้ว教一個打掃嘅安迪拍掃嘅安迪行過，因為我人，阿咩事哦，喺倒卡手路哦，我講你講咩話？你門未開啊，แล้ว你安迪，伊講按摩啦。哦。伊講按摩上個印尼波那款。Kenapa？講kenapa you need help or not？แล้ว開了，伊一下甲落去呢，一刀就開了。伊個人做事啦，伊夾嚟夾，伊夾做。伊個人開門，對，伊個人做。所以我甲一間30歲嘅阿姊白白大嘅，伊阿姊已經驚個笑啦，我個感覺講，哦，是我人夾有問題，但係我夾有問題嘛。你無接到，你無領講伊係咩？哦。對，我真香港無驚，所以入去房間了，另外一個動作是做咩咧？你是唔是開會？開會是唔是要查格？過再來，我安怎查？正邊、倒邊查幾把刀，未開就是未開。แล้ว我朋友就驚甲走去找嚟阿姊就使幫人開會哦，咧甲未開，然後阿姊就慢慢塞伊喺咧車轉來。แล้ว查一下開了，伊開開了。แล้ว我想講哦，開了嘛應嘛？囡仔25歲，中國囡仔，囡仔天真，我就開了 ，OK， 哦 ，finally 我會使休息了，規日安坎坷個做咩 ？OK， 跳去眠床會，跳去再落去呢，看會，頭看會，他咧阿姊驚甲講，誒，撲來撲去啊，往落樓卡啦，忙到這邊了，往落樓卡，然後我講係咯，咁咪所以我落去換條甲起來，然後安尼講。起來了，本是幾拿刀查來查去嚟個 finally 開了，所以迄一暝我安享休息。特別你過記我頭媽講後面我有夾頭毛嘅，所以我頭我嘅夾頭毛係去到位，係去下咧鏡嘅頭前。我嘅朋友已經講你笑了嗬，你馬來西亞係講你馬仔阿妹第二場安尼是你盲炸嘅頭毛轉嚟，我同你講啊。แล้ว我ก็ไอซุยมาเสื้อติงต้า冇頭毛啦，攤頂頭毛攤爽對，我了解。咁我就爽啦，你講你買過就安尼看了，我有影真係驚。那 OK， 不要緊，你第二節你講教我聽話，我冇聽話，我第二節過才是安尼看對來，第二節過才是安尼看對來。特別可以開啦，第二節是。第二節阿未去個，我對來個 lobby 呢。แล้ว伊有第二節是 end 了啦嘛，所以伊有互我人食 supper， 互我人食宵夜，所以我人食了宵夜，我去樓頂啊。แล้ว伊個阿姊講我真係無力了，所以我早就無去，所以迄頂電梯敢若在我樓前呢，無別人了。啱啦是。無，嗰是電梯嘛，電梯 OK 啦，正常，電梯正常。特別我人電梯去10幾樓，我袂記了，有影袂記10幾樓啦。特別你電梯去到3A 樓。家己開，我人無電啥嘢啊，家己開，外口暗暗，我無講騙話，即有影親身經歷，外口暗暗，無電，下面本無。幾樓無啥個無火誒？對，幾樓無人無火，你看，迄只已經驚個直直試看，特別真係久咧，電梯無看。然後我細漢嘛，我這邊是倒落位啦，我個村我我把路想到。我把路想到，我家後悔，我當初是小了好彩無事嘅。囡仔啊，囡仔驚有影頭殼。這是青姑唔可能講。對，像我小了，我講我個村個頭還沒事無啦，迄個阿姊已經是跪啦，驚到嗬。然後 finally 伊電梯沒看到，然後迄一暝就安尼款安全度過無事。然後第二次我隨數，我講咩啫？我無相信講我安尼款嘅物件，咪我行樓梯去，我人行樓梯去。4樓看有蝦米物件。然後你是搭住，actually 你 start 是搭住，你是搭一樓。G 就是 lobby G。
OK，我所以你想講行去啦，你要去我 G，會行去啦，講對，我講我行去迄邊看，到底有蝦米物件？到底有影有空嘅咩？蝦米厝幾樓空嘅無人嘅？啊，個有遐尼空過咩？無相信嗎？然後行 OK，有影找無迄樓，無安尼款嘅樓。然後我去教我化妝師，人講嘛給波嘛，嗰陣時候嚟人家教給波，我說給波教咧化妝師講，教會上有真奇怪嘅事情發生，真奇怪嘅代志發生。然後下嚟化妝師講，你有影頭殼有問題吼，你在幾年前真正幾年前有一間伊嘅演出真正 special， 伊規個化妝化甲真正有 colourful 嘅一個明星，來馬來西亞演出嘅時本是大一間。人聽講本有安尼款嘅奇怪嘅情況發生，特別迄個查某，迄個明星嘅查某是知講有幾樓是袂使去嘅，聽講迄層樓是樓吼，我人嘅朋友住嘅，毋是互人住嘅。แล้ว of course 幾年後，迄間物件慢慢無人愛去住了，แล้ว本慢慢無咪成立了。บัดรู้我嗰陣去看迄間物件，伊บัดรู้是住隨後歪樓住嘅。特別伊是學校，伊毋是客棧啊。伊是客棧，頂多是客棧啦，特別上濟安尼款恐怖嘅事發生了，都慢慢無成立到了。伊毋知到我想袂知到，特別當伊當然無水嘅啦，伊無成間水互人住啦。伊是，無水了，特別哎呦嘛破菜大家知。lúc mà cái con mía là lúc tao mà sẽ kiểu tút này con này hay mi tút này con này kiểu con gì mà 特別無成立啊，見啊嘛，定得伊琴嘢，伊當然個有喎，伊當然伊學到個有喎，當然。伊迄間物件個有地嘅，迄個招牌本有地嘅，特別話你無水人住啦，特別伊無成講，伊名無搬去別位啊啦，伊你使講我到路有。嚟，會使我到 KL 拍位，有人知到落去 KL 拍哦。我知。你神都嗬，我知影，知影，大概是神都嗬。我知影。對，到神都那邊，特別伊條大路啦，迄條大路嘅一間物件到了嘅，伊正往下嚟十字路口嘅。哎呀，就講名啦就多啦。多啦，袂記會使講嘅名。OK，使講啊 ，Dynasty Hotel，Dynasty Hotel。阿格調啊。你本知啊，男仔。我知，伊講十字路就在學校，迄學校就出名，你看你嘛，出名幾啊？我人 KL 人個都知迄間啊，出名咧嘛。你講佢這時但係是係你白格里lin嗰邊嘅，白格里頭前嘅對面啦，你看咯。嗱，你去緊邊嗰邊搭巴士嗰邊嘛？冇 flyover 會看，邊啊？flyover 嘅邊啊，就是 Dynasty Hotel。OK，嚇。隻鐵橋嘅，呢間真夠啦你。呢間夠啦你。對，我記住隻呢間真夠啦你。我個口係灰。我出個口係灰，佢就特別我上隻特馬去幫住。幫下你表示，伊唔知層個呢個咋嘢？夠真呢個。這是滷誒，這是微微娃娃誒。OK。哎呦，所以你睇你是你19歲經驗啦，19歲時 Dynasty Hotel。誒，小寶講冇見，把你講對來見，把你講對來佢咁見。小寶講 Dynasty Hotel also had experience 嚟講。小寶都未起嚟講啫。你講有影啦，佢有影嗰啲嘢。我最近嚇，我去 perform 嘅時做橋拍，依邊冇北京咧，我全部北京。แล้ว我想講這間學校個開掉，所以我去嗰邊北京。แล้ว我看起去嘅時候，因為不都是無恐怖嘅物件啦，特別好似感覺講刺激，因為嚇你外樓個了嚇，用吊樣嘅衫喺邊拍啊，哇！伊喺你北京場學校。我俾看伊個 Google Street View，但係先是冇 business， 我想去看。你俾試過到 Dynasty 個啊？是 Dynasty Hotel。Dynasty 啦 ，former Dynasty 咪出嚟啦。對，你去吹看。Kuala Lumpur 係是？這樣人仔嘅。Kuala Lumpur 對。Dynasty Hotel Kuala Lumpur Federal Territory 啊。Jalan Ipoh。Jalan Sultan Azlan Shah。唔是 Jalan Ipoh 迄個 area 啦。
就是成都嘛。等你講當佢有嘅 business 咧，是這，但係因為伊無 business 啦，我感覺講，看有 business 上個就edit，嚟真是這條路啊，是哦，伊是道路啦，對，佢人看者，因為我無識佢，佢到時道路啦。對，這間對，哦，對，哦，伊一間啊，你落去就鐵橋嘛，我哋哦，你落去就是你頭看見有個上 Times Square 冇啦，唔是，哦，你大間嘅，謝啊，伊是大間嘅，是一間啊，大間嘅，伊頂到是波沙學校嚟。哦，你當今是無啊，當然是學人，你講人歪樓嚟做工人大啫。啊，真是橋啦，一橋是怎樣是講？邊一個一間名 Pacific 唔知冚咩會 Pacific Hotel。哦，誒大間喎咯嗬。頂到真係豪華，所以所以讓外國嘅迄個歌手來這邊唱，是敢若大一間嚟個，國近迄個演出嘅所在。邊一個有個你看，因為是台灣即棟咧，後尾這本事啊嚇。所以當今講了，哦，都當變做成個 hostel，學你做工人嚟大啦。做工嘅人、拍工嘅人大掉，因為最近甲所有安尼一 story 了。哦。伊本我甲我嘅化妝師講，伊本甲我講，對，毋是你毋是頭前拄着了。伊講問我講，你有影嚟甲換，就可能裝轉去。伊講你換咗裝轉去吼，恁阮嘅朋友吼，兄弟啊，是感覺講有戲看。哦。那我去後尾咯。你明白？人感覺講是有戲看，但所以人 stop 迄個電梯，可能是感覺講哦，這個是來做戲嘅時候。哦，想一時，你講做大戲可以看下啦，成個好兄弟要做。對。哦，人鄧老師朋友本啊。喂。即當今變咗 Dynasty Hotel Golden City Condominium 去啊，變咗sales可能水嚟大啊，這是。假估啦，去看人播去大邊個嚇？買少。去 Airbnb 看攤水啊邊。我去邊翕 live 者啦喂，我去邊大，可能去邊翕者。即係嘛講吹皮聽你卡吹。係咯，第一就好。卡吹牙帶吹。硬嘢等陣。我買你看硬 OK。哎呀，你嘛啲大類附近啦，你大迄間，頂擺你講是老官厝嘅啊，你大嘅啊，呢邊隔離嘛，我唔講學校，嘟學校啊。我講啲學校唔係講啊，你計較就講啦。看你個 edit，看我 edit 我爸咯，我同你講。啊，即係係你嘟學校，係我不讀過，頂到是老官厝嘅，係你muốn見等陣。等陣南西，等陣即係舊湖鏡嚟本啊，舊湖鏡你等陣啊，舊湖鏡你掉。我佢哋名出來到啲即正嘅，舊湖鏡冇鬼告訴你嚟南西你講你南西我記到有本啊，這禮拜。有。嚟。本地是無關我事嘅。嚇。了，把路淡薄關我事啦。伊甲我講就講 ，OK， 我係朋友咧，伊打波嚟，伊早3-4禮拜前。伊甲我講我有事，安尼款，伊講我學着起線，可能。你我頭一時候起線，我有聽到因為我知無，我講伊講起線一去梅紅光，去梅紅光，因為下晡特別去梅紅光。伊講我就想着講當機即個物件，我就我腦內邊是當機，就是去當啊。是咪叫當機？你想講伊是起線是紅光起線？我想講伊起線是因為紅光起線是當機可能嘅。我無，因為特別講伊講我咪講濟啦，我確定下晡去梅紅光啦，我係個愛帶去梅城，然後過來看安全，然後所以就無機會甲伊講咯，因為達到食飯就是一班人一定人，你看伊就咪可能知本嘛。然後迄時啦，因為伊家己本唔知係咪數過。即係咱邊啲福建嘅人哦。唔是咱邊啲福建人嚟。我朋友嚟，然後所以伊早2日 ，OK， 我有機會甲伊2人食飯了咯。食飯了，所以講是咯，你3-4禮拜前你甲我講，你着起線，你愛跳檔啊？然後我問伊哦，伊講唔是跳檔，
伊講伊河龜接線，你講河龜接線，你講嚇河龜接線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รู้是係咪數？รู้企喺大陸城，伊講伊是企喺本領對嚟。你講，因為企喺本領對嚟，因為一對流嚟。OK，講伊起線嘅時，迄時甲我講起線嘅時候，伊講伊是一會變另外一個人去咯就。伊個起線是伊身邊有人哦，會高啲。伊高看到啊，伊高看到咧，伊高知講，因為伊唔是頭刀咯就，因為陣時是人講起線。哦，有人伊樣只薄，伊樣身軀只薄嘅，所以我講是我只鉗嚇，只咩？只鉗，因為是鉗，是薄。哦，鉗對嚇對鉗線嚇。只你講起線佢。頂擺甲我講過，伊是會跳檔嘅嘛。然後伊把你講一條起線，我頭前就想到，伊講，可能是伊跳檔咯。你再講伊是有跳檔，定到時候你就講伊起線就是人講起線。對，了伊講唔是，即兜是河哈零嘅起線打三嘅。了我甲頭前會講，你大陸對來，嗰時你講話大陸的罪，嗰時有去嘅廟啦，嗰時去大陸啦。伊講我啲本領對來，迄時早幾哪禮拜咯，啲本領。伊是本領嘅人哦。伊唔是本領人。伊去本領做工，伊去本領來回攞錢安尼款啦。伊講吼，伊去本領嘅時候，伊唔知做咩，伊就是去伊開電話愛聽歌啦。你喙開安尼啊？唱歌，多去。呢個咧。伊大條下面歌到，伊唔捌聽即個歌，了即個歌啲嘅 playlist 邊個走出來嗰種，就是迄個心經啊，經啊。哦，係咪嘅經？OK，係咪經多人嘅經？心經啊，波音波羅蜜多心經啊。哦，我特別隨狂，我唔知是安怎拍一頓人。OK，你咪拍聲，心經啊！你咪拍聲，你拍聲翻。唔係拍聲，唔係拍聲嚇，你記出來嚇。我驚我因為你已經犯過，我真正驚。我已經我不犯過一下知道。你已經毛毛菇講嘢，你叫我喺你反問啊！你看你去放嘅啊！你叫毛毛菇叫你去吹，你冇聽到我乒乒乓乓咩事？你講嚇。你係咪數咯？唔係話，即係你時間了走，我邊啊？你知啊？你放嘅嚟時，我個人愛佢搞一百多來啊！咗，你放喺你勁嘅時，你叫咧毛毛菇講，我吹時我買白我吹呢。嚇，你喺白你吹確定性，我有我要分出來先，因為咁樣我邊啊，我一個個人徛起來咗，嘅時，就是。有時我聽到我一蹦蹦響啊，你講你做咩做？我做咩做亂嘛？迄時然後不要緊啊！伊放即個歌，伊本唔知做咩伊聽即個歌，然後伊立攞伊個車吼，伊立200安尼款對厝咯，對來開哦。咩放 speed high speed 對呀？放 speed high speed 200，還是伊個起條線嘅？伊講可能是迄時 start 了咯。哦，一對來咯。伊放伊經嘅時是到啲車，還是放還是到啲？多車內邊，伊是愛準備對伊一人嘛。特別伊無講到底愛去放，特別伊去吹掉。伊手叫伊接somehow唔知啲伊 playlist 伊去接。安尼款，伊是開，伊肯帶落去啊，帶迄個經咯。咧伊就放200安尼款對來，伊本唔知做咩，伊是 speed 200，咧真快對到咯。咧伊對來時候，伊個再講做咩頭早我聽開你歌，幾差唔多幾點鐘噶啦，安尼款對來。伊講好彩無浪車無下面嘅。咧 OK 咯，咧對來咧隔幾節吼，伊就 start 起線了，就可以過看到咯。咧伊個講，也就是迄節伊講，我確定下晡我去問人講啦，安尼款。咧講我個想 OK，你每一聲啦，咪講你謝咯。咧隔了早2節，就有機會介一人揾到食飯啦。你家每多對伊咯，所以安怎你每啦人講，所以你是準備去當啊，跳檔啦，你準備就要去，因為伊賣嘛，伊哋達到唔賣嘛，伊有遐尼名特別伊賣嘛，伊哋閃嘛，伊講唔是，我是何垃圾物件接安尼款。咧伊講嘅時候，伊講伊帶一個伊個過迄日，就是帶伊去一個師傅安尼款嘅一個廟安遐啦，伊直接去吼，伊聽到因為迄個廟也不。標有3N 的喎，
頭一眼是你坐落來梅講話嘅位咯，了嗰時加喺你觀音下面硬講啦，了第二格迄邊格嗬，第二格成日是左線，安尼可能嘅係，了第三格咧，所以伊人就小抓下面去到第二格是一聽到嗬，第三格迄邊格，伊小抓先生嘅成是小抓下面嘅了，一聽到嗬。第三end 迄邊甲迄間厝第三end聽一人講話，該講話聽，伊講真亂，伊聽做咩愛一人誒？了所以去第三end 迄邊甲佫再燒誒時候，伊是跪條燒，伊袂起來去咯，伊跪咧骹，定起喎，伊較真啊，毋知安怎誒喎，伊講伊起袂着來啊，所以迄個師傅的甲伊念經哈喏，你甲伊起來，應該想互人治療，伊袂起來咯。然後安尼款算是無密事啊啦 ，OK 了，伊講，因為我坐佇隔壁店食嘢嘛，伊講嘅時候，然後我看邊啊，迄個，但因為我左手邊啊，甲遠淡無講遠啦，邊啊就是台落來，台落是去後口咧，邊啊彎去左手是台落咯，我看到嗰時候，我看到一個人安尼款是，伊個頭毛是蓬蓬嘅，查某來蓬蓬安尼款，白衫款蓬蓬了。了我伊直直講嘅時候，即我直直看到嗰度，了我甲伊講，迄個人是毋是頭毛蓬蓬呢款呢？伊講 OK， 你是第二肯甲我講安尼嘢了。喲，蓬蓬本地有人講，蓬蓬啊，伊講常你講安尼款，我講特別伊真細漢爾，伊無講真老嘅喎，伊上個。無夠10歲嘅，無10幾歲呢？伊講是，我另外一個朋友就是響甲我講哦，就是響蓬蓬頭毛，毋是迄種直直長迄種嘅是蓬蓬嘅。長特別是蓬蓬。了常我講嘅，我講 OK， 安看啊，我甲伊講，這裡伊來了，我甲伊講，伊講別怪啦，我身軀發冷嗰隻哦。伊講別怪，我頭早 start feel 到我身軀發冷啊。你袂甲我講嘅時，我講伊是來了，了就袂，我心內邊甲伊講，我兩間攏袂合着你啦，別做下物件，你愛走就走咯，你看咯，了就尾伊，我看你無佇啊啦，了我講，伊應該走啊啦，了就尾，了朋友講，你甲你物件講下，我甲伊講。特別你無 feel 到伊成啊，你感覺到伊成可憐，你毋是感覺到成要害人先咧，毋是啊？毋是。可憐我講無垃圾安怎可憐啦？我無咪看到啦，我看到是伊個頭毛甲伊個身軀、伊個衫，你看到咯？特別我伊面我無。伊衫是安怎誒？伊衫是 uniform 咯，上咯。中學誒 uniform 啊？唔是，你講鬼 uniform， 白衫是紅衫，白衫是紅衫，白衫。你就 uniform 係攞裝嘅嘛，白衫係鬼嘅紅衫係鬼嘅嘛，查某有可能是紅衫嘛。哇，紅衫直頭咪講啊，點啊 ，OK， 我能走了。我會使綁佢哋袂，我會使綁佢哋。老闆，佢哋血經嘅未？我別知，因為我未曉，我唔知講。要先進嘅，我唔知講伊個先進。我頂住我會記我綁過，特別我外地未記啊。等我聽下啫。因為180遍係咪個先進啊？個108遍嘅，等我聽下。好，係咪108遍？我呢modern嘅啊？唔知哦，咋這種長法嘅嘛？等我咪綁小姐啊，肯定是條 copyright claim。你人，我不要緊，我冇聽了。copyright 即係咪攞8.9分鐘？嚇，你逼咯，你錄嘅咯，真係是。唔是即咩？即我即講福建嘅，當我聽唔到，你感覺聽到呀？即福建。咩？我那我你講些啥？你叫別人答伊，我冇聽。我冇聽過，我會認。即蔡琴咪是有跳過，唔是啊？咋這樣跳？我唔是蔡琴，奇異，奇異嘛，看到鬼咪是奇異咯。
OK， 我即係聽心加清嗎？無，頂住毛毛菇迄個梵文，迄個甲個哩。哦，迄個無像，迄個是。我真正驚，我一個聽。梵文是安怎吹迄個字？梵咯，一個頂面，一個攞嚟 K 咯，一卡一個。攏要拍鄧蘭字，咁樣拍我就啲接了，我 copy paste，無我家己訂個笑，我會訂漢語拼音。頂面攞嚟草字旁啦。你同我講，我咪俾佢拍出來。是唔是啊？我攏以後拍鄧蘭，拍到啲咧。拍別條啲啊，我見做人嗌。啊，豆哥是見招誒，所以拍袂出。你拍咩出來？本身一條見招。本身為一條呢。攞嚟，即係母唔是草 ，sorry 母。OK，我袂曉錄個，我按照拼音，我拍拼音，我唔是拍字嘅喎。我拍拼音。人家了本在。講咩梵文？哦，我看到啊，的個拍我了。啊，的個拍。啊，陣時讀鄧蘭冊啊。我只古啊，我讀鄧蘭冊是只細漢呢。我睇到啦，這裡你旁開字 please， 這旁開字一目零木凡啊，木凡好我睇到。漢那凡人，木凡冇那邊攞你自己，零兩字嚟字。冇零凡，攞你讀音。木凡還是零凡啊？這裡好，意思這。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咒。Tathya kate kate parakate parasamkate body swaha。哦，是Sanskrit 咧，啊，這是 Sanskrit 啊。Sanskrit 啊。哦。你知冇只嘅？我唔是我驚意思。伊人你都辦嘅時係你物件來。啊，咁了真正哇！我真啊，我就真驚。所以你是講伊有人有咧迄個 spirit 真係個聽呢，勁所以你辦嘅時來嘅了係。我情要歡嘛，咁樣咪嚟我邊一邊就聽啦。哦，當佢有 feel 到。唔知我冇 focus， 我冇執。我冇 focus。我冇 focus。特別我吹無你驚喎，因為成日啪的零煩咯。係。啪的零煩咯喎。你知毛毛菇魯棒嘅迄個，當毛毛菇有來嘅迄個。你驚啊？哦，迄個應該是一樣嘅 top 10嘅。In the list。但係你講咩字叫人咩梵文啊？梵文。OK。了，你朋友同佢 OK 係咪啊？走起啦。冇差亂意啦。特別100項物件差亂意。你台灣講嘅是一個會走，你台灣講嘅是一個會出來，個會互我看到。So，伊算是隨條，嗰是對條意啦，是講冇差嘅啦。特別冇差亂意咯。哦。所以我有鬥架手講愈走啦，我人攞緊被鬥架手愈係咩嘢？哦。呢次就變咗嘅錯端嚟啦，都是感覺到。呢頭毛旁呢，是呢頭毛錯旁，還是呢成日電頭毛水水石頭毛旁旁嘅呢？唔是，是亂。是深深亂嘅旁，真正旁嗰種，真正旁嗰就唔是旁淡薄啊，是真正旁。OK。真正旁嗰種。我冇講就等咯。但係你講嘅是打鼻租呀？唔是特別做係心經啊，是特別做個心經上我唔知。唔知啊，這啲我冇哪一個心經00番，這心經00番，這是心經00番，確實。即這種嘅一樣嘅 arrangement 冇上嘅一樣嘅 music arrangement。這是好勁咯，就好勁咯。啊，好勁咯。OK，讓蘇格聽。誒，這個係咪屬樣蘇格聽嚇？手袋啊，應該原因未有咧。伊人愛迄個佛經啊，超度哦，手袋伊人。哦。無伊人袂走誒，所哈物事出來，我出來本成70個，當今人 Buddhist 啦，當今是真啊，係 Buddhist 講念經好，念經好了，70個出來本係佛經。古早我出來人是大人有講過誒，出來。無管你是哈物本好啦，你相信哈物本好，買係佛經，會招迄個啥物。當今咱是較了解，咱是講因會幫助到迄個好兄弟，人幫來鬥下手樣超大啦。毋是當頂陣是講你幫咧是會人來聽，是我變做講你帶幾來呢？反是毋是？
當今有較濟人放啊啦。無當今嘅人，伊人當今人買放。當今嘅人放，因為伊人 Buddhist 就是念經爾嘛。伊人唔知講是會招伊人來。哦，特別好嘛，你看。無咗，我覺得有一個點吼，我最近吼，因為我去聽迄個迄種別個鬼故事啊，然後我聽迄個飯啊，唔是變得學見咧，別個鬼故事，哈哈哈。飯啊嘅鬼故事，所以吼，伊有講到一個點吼，誒，好啊，make sense 好啊，伊人because因為有念經嘅嘛，對無？แล้วยังบ่有一個 concept 嘅就是是講吼，你放經嘅話啦 ，just 放掉安尼款嘅話啦，伊有講到 actually 安款放是無意思嘅，你知無？哦，特別我 because 我知因為伊樣安尼會教嘅，伊人冇有放經嘅。對，所以吼 the thing is 吼，你放經安尼款啊，迄種呼機放經。即係我制我一個就 check 一邊㗎，你要啲咪 check 我，一類出嚟我講下我單都立啊。見到感謝，見到感謝，哎呦感謝人，就好支持，咁邊嚟學勁感謝。好啊，佢告訴到你都冇驚，我聽到這時佢講喊到感謝，耶感謝支持邊嚟學勁。啊 ，sorry， 但我講個道理，我講下，伊講放經嚟講是無效嘅。對，因為吼，你放迄個經啦，伊是吼 basically 吼，迄個人 recording 吼，伊讀迄個經嘅，你知無？哦，伊無力誒，你是講，你特別有心念，伊該有效。對，你吼有迄個心啊，成日講哦，我愛導龍。即個物件，互伊人會過，安怎講啊？怎麼什麼你講個切刀啊？還是咩？超刀。導龍用超刀哈，所以你念下你經啊，用你心來去念伊哦。伊較有效。伊下你有效，對。你安款放了呢吼，無意思嘅。所以伊人踢掉，伊人迄種物嘢踢掉咧，或者所以伊 attracted，because 人講，誒，即個是經來嘅，我嚟聽一下。特別嚟教咧是個無效，對，無效。哦，我明白。掉撈，你成日講嚇，掉撈。成日你去教，你成日哦，當今人嚟念經教我超大咧，去邊個等，咪咧真係是幫碟嘅，所以變做無效去，所以超未掉大，頭大邊等教講等，哦。成日都係講人，或者積壓咯，你看嗬，你可以有希望咯，個未。伊是 logical thinking 嘛，你成日講都係罵人嘅話，你無理由罵人講，you know 啊 ，you very stupid 啊，安尼款嘛對無？你是講 you 啊 very stupid 啊，你特別有感情，特別有嗰個 emotion，哦，明白你講嘢。所以念經本是安尼款，所以伊講迄個會教嘅，伊講嘅哦。我成日就有 logic 吼，但所以他們說講放經嘅時，成日講放經個車，迄個物件個愛來過，我是咁樣嘅款。哦，伊愛來是伊樣是樣誤會，想講你念經互伊，特別你會使嘛？但是講你話即係你放迄個經是你 intention 是啥？想講啊，我當然放經是我鬥下手迄個需要超大來聽，特別你家己無力喎，嚇，特別你真正人會超嘅。哦，你家己放掉，你特別有特別嘅成間咧法術嘅會使超大，是唔是？對。哦，我明白了。阮普通人是袂鬥卡。有請 headphone 咧 ，headphone 會使哦，會聽到，樣會聽到。放 headphone， 咪放出來大聲啦。你請 headphone 啊，係你 OK 啦。佢哋你是想愛家己聽 ，I think 是無事啦。特別頂住時嘛是請 headphone，伊嘛是來我南西而家聽頂住，嗬，南西。是啦。哦。可能我能聽掉，我能會對調上講，有陣時我聽歌咪冇好，我能會對調唱。對調唱嘅嘛，有陣時咁你automatic嘅嘛，會對調唱嘅。咁冇嚇。
sense 掉咯。啲我人嘅，因為我聽耳嘛，所以聽嘅時候可能是對調，啲我腦唱出來咯，就別講嘅嘛。特別我感覺，伊是 maybe 伊 vibration 有啲啊，成日講到啲個超怪，伊 vibration，伊個 vibration 有啲，所以伊無錯，伊 transfer 個氣氛咧，成講你伊嘛呢是氣個真會嘛，所以伊聽 headphones 會聽到嘅。maybe 咯，就是咁樣咯。特別 the thing is 就是你愛有效咧，你家己念一用心來去念，佢哋都無相。特別係你本未跳到大嘅，你特別是法術，你特別有功夫嘅嘢啊。你是愛真嘅，成日講 study 伊咯，你真係 study 伊啊。你特別 train 啊，特別就 practice 加教加啲。你成日你話。成日講你看你經啊，然後你去念你啦，你都無明白係經係咩意思。你經咱都是無OK。特別你但是講有 study 伊，你去 understand 伊係經是係咩，伊 lyric 嘅意思是係咩，then 你該 understand， 你該 feel 嘛，你該 feel 的嘛，咪你念伊出來是。對。我就係講。頂到少人捌講過表演，頂到咱個歌星啊，係一間另外一間打波嘅歌星啊。伊歌星，伊講過，伊去無上台表演嘅時，伊會感覺到無上嘅故意就掉邊嘅。我唔知講咱嘅即個撲來撲去有呢經驗，你去無上嘅台啊，無上嘅國家表演，哈。你想係咪？你有蝦米歌吼？但你發現到啊，加音嘅迄種歌，像我特別濟人聽嘅。對，想講你唔是人嘅。有咧歌吼，唔是講有物件出現啊，特別有咧歌有影真音。有咧歌有影真嘅音，所以音吼伊上我無看到，我影看袂到嘅。特別吼，伊個度假裡規人嘅起調吼，真正假。真正low，所以伊個 frequency 咯，所以感覺講是 frequency 嘅事啦。所以有咧歌有影個係咪若聽了袂好勢了？我家己咧 ，actually 我有一個真奇怪嘅，我袂使講功能，因為對阿嬤來講，阿咪字 end with 寫嘅，甲老師病。OK。所以我有一款嘅問題叫做 synesthesia。sin 是 color 嘛 ，synesthesia。對我來講，我是這個當人樣叫聯覺，就是講聽了嘅聲，你會有一個畫面。對，我有一個，我聽過。對，我有一個，所以我免去有影去明白迄個怪歌詞，我聽咧聲，我會感覺講迄個作曲家嘅原本嘅意思是愛講下面，就是我係實 sense 嘅物件，對，靠迄個 color 伊有出迄個畫面互我看，有時出迄個形，所以我真正無熟甲吼，真正嘅 frequency 咚咚咚嗰啲聲，我規人袂好勢，感覺講物件無咪講。color 你若是講唱咧歌嘅時，無相 color 無相色咯，特別有咧是真正激心嘅，激心是深青色阿三青，真正激心嘅。你特別你個管嘅無相嘅無清差嚇，伊就伊 pitch 管嘅有清差。無清差。所以伊是有咧伊係一個 key center。所以伊唔是講係咪 combine？等下講 G major。G major 嘅歌是阿細青。G major 嚟講，對我嚟講是唔是？對我嚟講阿細青是 G flat major，所以真正係 flat 嘅，所以伊真係我講 flat 好像講啲解釋在音波內面先就講咧，音那白嘅那個 key 吼，伊嘅 frequency 度，那越容易得到 fundamental frequency， 就是講你對 fundamental frequency， 所以你用伊嘅時候，伊是迄個 sine curve 啊，伊是1/2。4/3，嗰了整數誒，伊 number 是加水誒。了是講 G flat major 嚇，伊 frequency 若跟你去量伊來講，伊有小數點，真係小數點誒。I see， 伊無 even。所以一款小數點嘅物件，伊做得 feel uneasy。我聽到，對。伊做我，伊 frequency 做到我 feel 真 sad，即物件真 sad。了 E flat major，特別樣搞咯，你寫歌人咪真搞咯，伊寫歌人就是就啲隨伊嘅 chord to emote， 你就好你 emote， 你 feeling to 呢個。對，
所以對我嚟講是歌有識嘅。哦，出名講是印尼歌啊，我等着你回來啊，對對對，啊呀，你記你啊？嗰啲啊，咪這首歌就記你嘅，這歌就記你。喺你名面最乖，依個棒唔是棒嘅呢，乖啊，只看白光嚇白光，依棒是唔是？依是讀依棒依是馬來西亞人哦。唔是，伊加馬來西亞人，特別伊帶到馬來西亞啦。是馬來西亞人。我記伊個棒有棒，個是小恩怨嘛。你行過呢，伊個歌就出來嘛，伊個棒，你捌去哦？你吉隆坡你去看啦？冇，唔係我買。誒會哦，啲什麼嘢邊搞就全咗會哦。哦，係你伊嘛？你講係你歌。我等着你。冇 comfortable。哦，是啊 ，unsettling 啦，是講 OK。哦。今年真正嗰啲嘢，特別伊是唔是你人樣是做出戲嘅嚟用啊，變做吉利戲。係啊。對。拍拍名。特別有連歌，到時特別你講是真係咩哦？真係嗰啲我唔使。哦，所以這個是啦，等陣你回來是，你 feel 到係咪話晒車？阿西車個 OK， 阿西車係先冇恐怖，恐怖唔代表是阿西車，係憂鬱啊，你聽了個人上下真憂鬱了，真 low 啊，你看，你明明就無講無歡喜啊，特別你聽了個人上下會入去迄款不屬於你的傷心的情緒啊。even 佢哋歌手啊，你聽伊唱了，伊成日真sad嘅唱伊隻歌你看你。Hi Kenny Fu， 歡迎。Long time no see， 講幾個數咯 ，of course 還是 Alvin。Mostly ghost movies use the song or negative mood 啊。係咧，我特別我扮係你咧，澄清上面食。對我冇見啊，即係我人生冇見啊。OK，嗱邊就嗱安全嚟使用 ，OK。嗱我個白你，白你同我扮隻有臉呢。聽下。都係 background music 先。即係 of course 是吹的，可能大波唱嘅，對大波唱嘅，你唱嘅啊，你叫哦，你叫嗰隻嚇，這裡好，你你夾嗰啲，唔是，這是講，呢是唱嘅，唱聲嚟。哦，唔知得咯啊，你看你嚇，我特別唔知是。你好，真係謝人驚啊！我就估冇人驚咯，大波乜驚啊你？即係 Wolfman 啊。冇聲，都冇聽到聲。這裡。你看你啊，潮嘅喎，嗰個這裡是潮嘅喎。哦 ，Evil Laugh 啊，這樣。Laugh 啊，應該是。冇，這是 Witch 啊。這裡。即係爸爸就係見啊！用咗這裡千秋公會，這裡頂住我replay 有你幾個數嗬，我聽到嗬，真啊大聲嘅喘氣聲，你有調地方嘅，你有辦過安尼款嘅收音費咯？喘氣啊 ，maybe 有。我聽到你就有喘氣聲，啲 replay 嘅事。特別唔知啊。特別你係叫我頂頭一頭時，人聽到你囡仔聲，人錄音時。囡仔，我未記得隻 episode 啦嘛。講，我寫起來我未記啊。你想毛毛龜嘅嘛？毛毛龜講條嘛？嚇，毛毛龜講條嘛？講起嚟阿毛藤嘅嘛？哦，係，對。我聽細聲嘛，沙刀咯，咱聽到無上八。特別話今日人都無，一禮拜物件無歹。我特別落講語數時，特別話 technology 物件，正錄音嘅物件歹㗎啦，未接一線面嘅可能。OK，但係都所你講你看到色，你唱歌嘅時你會看到色，但特別你 feel 到你平常時上架，我比較等人，我講成個 empath 上個講你
真正因感覺到人嘅 emotion 嘅，所以人歡喜無歡喜，你會講話你會 feel 到嘅，你是唔是人款嘅人本咧？哦，所以你就會 feel 到人嘅 energy 啦，成個好歹嘅人啦，還是人激死，咪是你會 feel 到嘅。OK， 明白了解。你就是人款，所以你 sensitivity 就係。對咯，所以有時伊學生迄邊，像個伊本無表達講伊無歡喜，特別我 actually 已經 feel 到已經無歡喜啦，知對。OK，我本身嚟講 actually， แล้ว有啲人成個較有啲是成個伊唔是講激心嘅，是咪？有啲人成無好嘅人，即係有人咁 negative energy 你 feel 到嘅。你人哋看唔到，你未了，你未解釋講，我都冇明白呢個，嚇，對啊，特別我講，有時那款嘅人嗬，伊有時悄悄甲你講上一啲安慰你啊，那款特別伊嘴講出來話唔對嘅，嚇，你 feel 到，嘅關心我，你講話了嘅，แล้ว你又該無熟該未，特別你個被嘅，嚇，你被嘅上，嚇 ，OK， 啦呢。我講啊，就話你同佢，你就聽哦 ，OK， 有嘢咩？你咩嘢掉？即係 effect 鏡嚟鏡去。你 handphone 都俾下掉啊！或者話超掉咩？同方啊，是啊，有嘢咩？盲騙話。好死啊 ！OK， 來啦，我們看啲咁驚有新嘅 update 咯，有新嘅鬼告訴我，咁好驚。Hello，哈，睇到，今日有變啊，今日諗何變啊，起來有變啊，今日來講，我咪新嘅鬼告訴講 update 就啲朋友嘅。新嘅告訴啦 ，just 這個 sharing because 我貓噴氣。哦。So 幾時最近啊？because what that is what 轉來 from outstation。Then 伊無啲啊 ，that means 伊 from window 會走出去。So this few days every day every few hours 出去吹，然後吹甲無啦，所以也袂吹了個。你是到頭殼厝是？誒，是怎樣出去 corridor 呀？我住一個馬尾都，就是啊，你出去誒是出去是到啲關樓也是出去迄個corridor 個較記位。corridor。OK。所以我就吹啊，then 我吹甲去迄個。F block 哎呦，講這裡講下第 happening 嘅 block OK 然後伊是第換線嘅嘛會變有第一隻 story 嘅嘛所以我吹你 because 喵 usually 你 daytime 甲看看吹到樣是愛暗暝你吹樣甲出來嘛要甲靜 then 你愛聽你未走去逃避啦一定暗暝時間出來是講係咪數？你要對嚟啊？冇。Then last few night 我有1點幾我有過去 F block 嘅。然後我行迄個地講咧地換線，就是伊地邊咧啦，無人去，所以我去邊吹咯。我一人我夾一個 torch light，然後feel 無爽咯。就迄個。不要 explain。你自己一人啊？是你參班，自己一人。所以夾到隻 torchlight 去吹咯 ，but 被 explain 嘅迄個 feeling 啊，伊啥怎樣 ？I think now 我 understand 有個人樣講啥有隻 feeling 啥有人看了你種啊，所以我 finally understand how it feel。係咯，我本是冇明白嘅，係你 feeling 嘅，我本是唔就係講是人看到你是一個唔是講有人看到你個腦裝嘅，就裝是成個你 feel 到就注意，成個你 feel 到隻 present，就注意你肯邊個去嘅。另外一個是
人上條路會咁feeling 就但無安暫嘅哈。啥人看了迄種，你 feel，比如講你就係講啥人邊 watch 啦，人看條路呢。你就去到你 feel 只莫幾長，所以你 just but冇 nothing 啊 ，it's just that 伊 atmosphere 無相咯，半暝啦，係咪無人totally無人無蝦米，所以你說一人過去時，then feel 到伊 atmosphere 個 daytime 無相咯，成日 totally 無相嘅所在啊，迄種嘅 feeling 啊。你咪咪當咪都咪咪去app block 嘅字啦，你或者 Alvin 講 I like 講福建 sharing because of the Mavi Tut always have many stories 嘛。當然少啦，當然係人大嘛。哦，較濟人大啊。或者變咗較少去啊，較少呢 incident 嗰時。But anyway, F block no matter what 啦 ，the one towards the end 上山，somehow 成日，因為我 after that 我有起一樓嘅嘛，我落去 basement。你去吹佢鳥先。落去 basement 就是古早I think 我有 share 過講，讓 security 嘅古早樣是行路嘅，去 check 嘅，then 之後見 security 嘅伊人。無爽咯，樣 feel 真係無爽，所以當今 new batch 嘅 security 嘅咧，樣一凊彩坐摩托，順過咧就過啊，過嘅，so this few nights 我 every night 我啊個1點幾呢我落去咯，所以我去順 try 吹外面啦，所以我去到樣 corner 嘅 unit towards the 山咯，有 a few unit 是無人大嘅，所以我唔要 explain 佢嘅 feeling 我唔知 Alvin 講 I also experienced the being watched feel when go there a few times 講be explain it it's just that maybe for 我是 because no choice 嘛 I have to be there 嘛 so 係咯我 just 家己講 you know I'm not there to do any harm 嘛所以我都冇做錯嘛so just I'm just doing my thing. I'm just trying to do what I need to do. So 我 every night just kill， 等陣maybe 佢就係落 kill。哦，哎呦，幾神靈呀 ！Then 伊幾日了部啲？我對嚟 Tuesday today Saturday 有過節咯。哦，特別你對嚟是外啲部啲啊？冇啊，佢走出去啊。哦。佢 escape 啊。哦，一般走過哦。一般借走，usually 一步走嘅呢會，伊是 either 去頂邊，還是樓下。哦，I see。maybe OK 喎 ，maybe 我計季節 maybe 也順對那樣子。希望放鬆嚇。我隨落曬落緊了。所以你有經驗過嘅啦，一般成日 just 走出去頭走得出。我在放鬆。Hopefully 解決咗。Anyway，當晚我當晚落影嘅時，我聽到人講一部佢哋 hotel 嘅 story。對。所以我唔知我都有甲人 share 過。這裡是我嘅 ex-boss share regarding Alostar 有一間 hotel，but I think 當今嗰間 hotel 應該是冇 function 嘅啦。古早是。One of the only hotel in Alostar 啦。意思叫做意思 start with S 嘅。Hotel 聖多嘟。OK， 聖多嘟成日喺新加坡嘅 island 聖多嘟係。OK。了。Alostar 我睇佢吹過，佢吹掉。你嘅吹過真古誒。了。So last time it's a hotel last time我係 ex-boss 參顧一個菲律賓嘅樣嘅 management 嘅啦，所以樣都大真咩啲邊個，所以樣都冇 sorry 我吹掉是 Sentosa Regency Hotel，I mean Sentosa Regency Hotel，應該係 permanently closed again。冚咩？我考慮下先是這。So last time what happened was
last time yang大一間 hotel 咯，所以yang5人，對，應該是一直向大路嘅。有。I think 是啊，應該是一間啊，向大路嘅。唔是一間這啊冇啦，這個冇想。是一間。我驚去大路，你講，我驚去大路。行去啊！我行去啊！我彎過去。對，勁啊！哦。So last time yang share room 嘛，yang 落間 share room 嘛，所以yang check in 嘅時間晚了，應該是8、9點咁樣啦。一 check yang reach hotel 時，咁樣正tired了啦，所以樣就緊撞一個就倒落邊出嚟困咗咯。Then 樣困到半暝哦，1點幾2點哦，伊電話單，所以電話單啊就聽咯，了無人 answer 噶，無內面伊line是無啥 blank 嘅 ，totally blank 嘅。pick up 嘅 phone 是卡無人到啲 the end 啦，是講。Then after that 問我對個仔困咯，所以有人 phone 錯嘛。困咧哦，因 realize 2-3點早起時哦。因為外口啊，見啊走去。shit！ 南西，你看這小影者啊？我唔知這時我在開這小影，我真驚，放這個 corner 位，這個 corner 我 feel 到真驚這個位。對，呢邊個。shit！我唔知，我唔捌看過呢，我唔捌南西過嘅，我好像我開這小影，我看到一邊。近啱啲 area 我只看到邊個？shit 啦 ，OK 我咪辦啊 ，OK 要換小影，安怎換啊？死，係啦，安怎換到對我地檔安怎？死我地檔咗去，哦 ，closing， then，嚇，你冇電話冇聲了 ，pick up， 有吉他走去嚇，外口人嘅房間入面走過，走過啊，佢走過啦。Then yang tu chair, that means whole night anak pun lah. Yang next day sih itu cek hong lo, itu ki complain lo. 一路去咧，yang I check out， yang 本是大一名嘅啦。因為 check out 嘅時候，一每一 receptionist 講，攏最 call 我嘅房間。有人講冇啊，last night 冇人 call 我，冇 necessary， 我冇 emergency 冇 call 我嘅。So first thing， 有 second thing， yang 食了 breakfast 嘅時候，yang 想到對哦。真奇怪！你講站喺街亂嘅，伊見他走去，樣 realize one thing 嘅。你 imagine that time 是唔是 school holiday， 所以是讀冊嘅一點先嘅。Then 你講有到一個 parents 啊，會學意見啊 ，maybe 係一種7、8歲、8、9歲嘅見啦，半暝2、3點 still 無困 ，still 走去嘅。因為家己想嘅，因家己冇幾長嘅，因講因叫我人。Even if 攏去阿羅山嚟講，較好買大一間學嘅。嚇，所以同係冚一間。但部分你 close 啊，成日部分你 close 往個房啦，冇派事嘛，人做生意，特別唔在本來往時就貴啊，人家條地去大個。Maybe refurbish 佢。成都嘟 region 嘟學嘟。係咪直接講？You have to go ask other cats to find your cat， 你講。對咯，我有聽一個人跟我講噶。係咩意思？我好相信。但係你看到嗰啲貓哦，你去解貓講我係貓Punky啊，然後你講佢名出來，然後你解講你叫佢對來啦，你叫佢對來。然後我有 try 咯，因為我落去啊，我有看到有兩隻白色嘅貓，但係倒喺樓下。所以我照咧，我解講你會使叫我貓對來喎，你會使叫。你help 我除咗喵使，你就想看了你講講。Maybe 你放聲啦，你放聲，特隻貓你去講，冇很多喊嘅嘛。係啊，有啊，但我看到喊咪喵就講特別，我 feel like ridiculous 呀。特別 really。別講喎，嗱，看你講嗱，南西講 ，and the other cat will come back and say be explain。be explain，你唔是感覺到成個你感覺到你。但係你後邊講你 being watched 嘅 feeling， be explain。所以等陣個就係 Loki 啊。一起叫你佢哋 neighborhood 嘅人起
佢嚟講。有啊，我 neighbor 個了真係helpful，因個了淡仔係咪鳥？你鳥係咪食嘅？我鳥是 rescue 嘅 MCO 嘅是一邊，伊嘅 mother still 喺一邊走啊走去嘅，所以你幾碼吹？伊嘅嘛真驚人嘅。哦，走去看到人噴噴呢，緊走咧。哦，嚇！所以我有真濟人甲講，伊講你看到貓，你叫人吹。OK。我冇聽過喎，我頭一擺聽咧。我冇聽過。Let's see whether it works or not。佢只都嚟講講。It works 係講咩？我做成時時。相信嘅咯。哈，係就相信嘅啦。我冇 story 啊，暫時。OK。嚟，別人我故意告訴講哦。我有。對，德哥，大媽講有對，德哥我冇看到呢邊嘅事嚟講。這我感覺就係記憶 OK 是。等陣，德哥等陣，Alvin 個隻 idea 講叫你 check 你 gut house view cam 看到啲鳥等陣。OK， 我講到啲鳥啊 ，OK， 我古早嘅鳥冇事嘅吼。老人教啊嘅。怕唔見啊？嚇？怕唔見啊？對。你講冇嘅，我想到我係仔，我唔是。punky 啊。怕唔見啊 ，OK。叫一碗水。一碗水啊，係一個角度啲頂邊開掉，向門係啲走頂。明早起6點幾5點轉嚟。咁咩做？你做啊！我係我資料冇轉嚟。哦呀！你角度係條邊哦，你。對。啊！即係你曉你咪叫本嚟裝假咯。看咯。online 應該有啦 ，online。是啊，我冇想到本嚟，你看那時我唔使搞啊，淨係你 missing， 你人講嘅 missing cat 扮 poster 時，我見人做樣什麼笑嘅。你講係一碗嘅水，一支角度開掉，然後係到啲頂面，碗嘅頂面，แล้ว向門。向大門啊！向大門。你講到啲走位，走頂啊！你主角嘛？主角位嘛？主角特別你嘅主角位，你大門向到落伊角度嘅尖位度。對，都開了向迄邊咯。你當今嘅人較少是無使走門講嘅嘛？伊只是講愛甲走門講一聲，講我嘅鳥係咪捧唔起？走門講是。照人講嚇，照講咯嚇。到底佢真係面人講啦。當今嘅人冇使啊，冇使啊。未怪啦，隨便就拍唔見嘢啊！你照人講哦，夠驚。特別你向大門哦，你家都有啊。你看，即係冇你向百里門看看，未必講到冇咩相似。你向你嘅講到嘅大門看。我比較大張嘅角度。你係假炒。我特別係湯啊，你特別係一碟巴水。我冇聽過啊。OK， 來德哥來講你幾個事嚟。等陣，伊嘅故事，德哥講嘅故事真正吉利，佢真正長。所以下禮拜我嚟接落去聽，一等唔是無好聽，一等佢只刺激，只吉利物件，所以咱特別獨端嚟收聽德哥獨端嚟講，然後佢會看到德哥嘅面，然後我人要歡呼嚕，會記去本來福建嘅網頁位去買落嘅單。penanghokkien.com/20 佢去這邊網頁位買落嚟單就正買 tickets 買單了，就會來參加我人20週年嘅做老咗。感謝大家，這禮拜就講到這邊先，會記下禮拜獨端嚟聽德哥講嘅真係吉利嘅故事。大家下禮拜再見。แล้วก็อูติ้ง這禮拜那是無看 episode 到這邊會訂，แล้ว這邊邊啊會開訂咯，訂啦訂看訂聽 subscribe 咩事個訂就正咯，我人現在錄音時對通知了，下禮拜再見。